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甲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咱拢知讲，观世音菩萨是咱台湾足普遍的宗教信仰，是道教嘛是佛教的神。大家拢讲伊是救苦救难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字，就是救。这个救的意思就是帮助别人，或者是斗相共动物脱离危险的境界，解除生命危机。像咱讲救灾、救命、救难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救兵。本来是讲解除危机的援兵，嘛会当进一步讲是斗相共的人，咱就来讨救兵。第二个词读做挽救，这个意思就是挽回补救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囡仔甲乌衫等入去洗衫机，要倒洗衫精，煞倒做漂白水，赶紧来讨救兵，叫老母来。所以已经无多挽救，乌衫已经褪色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救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